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1月16日公司第一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什么新闻重点。国内今仔增加22631个本土病例，有69个人死亡。有专家警告，台湾11月底会有一波 BQ.1 的疫情。卫生福利部表示，青少年自杀增加，是因为最近10天台湾的大楼愈来愈多，造成青少年冲动跳楼，广泛引起民间团体批评。联合国宣布讲，全球的总人口11月中已经突破80亿人，15天内会有90亿，人口增加甲老化是未来的大问题。新闻开始来看，咱国内今仔是增加22631个本土病例，有69个人死亡。今仔高端疫苗到期，王必胜是表示讲，佮剩160万吨会全部来毁掉，因为年底的活动较济哦，敢要来放年挂喙暗。指挥中心讲，伊目前在讨论，来听指挥中心第报上届新的说明。本土病例数确认了有22631位那比起上个礼拜的礼拜3下降了大概8.7%那所以说现在下降的趋势还是在持续那境外移入的病例有61位那死亡的个案69个那跟上个礼拜这个数目还是差不多。目前为止就是所有的没有施打的都见效了那么我们总共有500万剂嘛那使用了340万剂，那见效160万剂那使用的比例大概是68%，将近70%那我想高端疫苗到这边为止，那证明它是安全而且又有效的这个国产的疫苗，那到这边也成功的完成了它的这个阶段性的这个任务。好，那我想以高端疫苗来讲那当然某些人士对于说疫苗的整个这个行政的流程有各种的这个质疑我想我在这里我确信我坚信我们绝对经得起各种检视跟挑战。我们年底的活动真的是比较多那这种大型的活动也蛮多，跨年啦、圣诞节了那所以也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对于口罩政策都一直的非常的谨慎了那就一再的在讨论疫情等候指挥官王必胜之前是表示讲，这波 BA.5 疫情已经结束了。也毋过专家以日本经验推估，咱台湾上紧11月底、12月初，会阁有一波新的变种病毒 BQ.1 的疫情，一日有可能会有2-3万例哦。毛学者提出警告，讲咱国内社区免疫保护力到12月会降到5%倍，所以呼吁老大人甲一寡高风险的族群，都要赶紧去注新配方的疫苗。新冠本土疫情顿伏，连续4天病例无到2万例。国内防疫措施也慢慢解封，不过有学者烦恼，台湾经过5月、6月一波自然感染潮了后，社区保护力为10月开始就下降，对 BA.2、BA.5整体自然保护力到12月只剩58%。所以呼吁较无免疫力、甲65岁以上老大人这脆弱族群，应该赶紧注次世代疫苗来对抗一波的流行。有施打追加剂的族群呢，它其实这个住院率就已经来的比较相对于没有施打追加剂来的低很多了。施打追加剂疫苗之后，它是可以再下降这个死亡的风险75% 的。全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王必胜进行宣告，这波 BA.5 疫情已经结束。不过有专家指出，以日本的经验推估，台湾按算上紧11月底、12月初，会有一波新型变异株 BQ.1 的疫情。观点可能是 BA.5 疫情低点的2倍左右，因讲是估计差不多2-3万例。日本来讲，跟我们唯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他们的大众运输工具相当发达，所以他们的传播速度是会比台湾相对的快。后面会有另外一波的 BQ.1 的这种流行，这个是有可能的。根据指挥中心统计，目前国内已经有2例 BQ.1 本土病例。专家提醒，欧美流行的 BQ.1 变异株不止传播力较悬，也有免疫倒脱的特性，中和感染人数恐惊会阁增加，所以也是要加注意防护措施。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立法院长游锡堃今仔是参加第2届台湾、美国、日本国会议员战略论坛视讯会议。
院长伫开幕致辞的时阵表示讲，台湾社会面对中国威胁，一定会认真来改变。伊嘛呼吁美国甲日本帮助台湾，互咱会当来加入愈较侪国际组织。Although President Biden believes that CCP does not have the intention to invade Taiwan after Xi-Biden meeting on November 14, the Russia-Ukraine war reminded international democracies need to be mindful and prepared. 这场的论坛是日本国会立法议员懇谈会主办的，邀请美国的参议员、甲咱台湾立法院长游锡堃，佮有朝野的党团来参加。前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赫伯特·雷蒙德嘛伫开幕的时阵致辞，伊强调讲，台湾美国日本同盟的重要性，嘛望讲会当透过这个同盟来保护全球自由民主的发展，佮有人权的发展。来看高雄国军的寿山雷达站是军事管制区哦。昨下晡，徛卫兵的阿兵哥发现讲有2个查某人出现伫附近，因就进行通报。这个地点是真敏感，这2个人嘛已经互开单检记录。因到底是无势力行到遐，还是有企图，嘛移送高雄宪兵队来侦办。搜救人员骹手做伙因伫树林山壁乱来乱去。15号下晡，有2个女性受困伫高雄寿山，经过海军陆战队特勤人员发现了后，通报救援，但地势真险搁徛，搜救人员嘛爱费尽体力来爬，而且当地四界拢是抓人网，搜救人员爬的时阵较无适宜，就互挂着伤。当时的坡度它属于有2段，那第一段的话，它大概差不多75度，接近80度左右。那第2段的话已经是90度的一个地形。寿山的森林路况真险，民众受困的地点，阁是30公尺悬的山壁。搜救人员用绳仔向顶悬拔，想办法挖进受困的民众，阁用绳仔协助吊挂落来。但2个人受困伫国军的寿山雷达站下骹山壁，是军事管制区，是无适宜，也是有其他意图，地点非常敏感。进入登山口，你只要沿着步道行走，不要岔入这个路旁的小径那就不会有这个走到禁区的这样的状况。2个人讲家己是无适宜行唔着路，但管理处表示，除了告示牌有路线，军区嘛有挂布条警告，若照指示行，根本就袂行入去军区。寿山达今年顶半年就发生至少10件行入去军区的事件。军方表示，已经照要塞堡垒法对2个人开检举单，并移送高雄宪兵队侦办，呼吁民众遵守规定，唔通乌白乱行，以免受伤佮受罚。记者陈焕武、柯正俊高雄报道。离投票只剩10天哦，国民党的蒋万安伫7日宣布讲失调立委专心拼选战，也毋过失调立委的文件互发现讲，佮还未送到立法院，嘛引起批评。黄珊珊就讲，亲像蒋万安这款的执行力，未来哪会有战力咧？民进党是质疑讲，敢会讲失调立委是为着选举在骗人？也毋过蒋万安今仔是强调讲，会伫今仔内底来完成所有的程序。上摆届政见发表，不当招台北市长候选人黄珊珊昨日发布自信友善城市的政见，讨论客家精神文化、性别友善环境等等的议题。选战就伫要到啊！国民党蒋万安嘛伫7日宣布家立委的职务辞掉，归心要来拼选举，不过一直拢无提出辞职的申请，引起绿白的批评。真是让我瞠目结舌。辞职只要我写辞职，助理就会拿去办公室结束。如果连辞职都没有执行力，将来怎么会有即战力？蒋万安的办公室距离立法院的人事处不到30公尺，走过去办手续不用2分钟。蒋万安政见发表会可以留下5分28秒的空白，足够让你去走一趟立法院人事处，把手续办好，辞掉立委，说到做到。黄珊珊讲出瞠目结舌，靠西蒋万安顶一日甲这个生意念了唔对去。虽然民进党陈时中透早并无公开行程，不过竞选办公室要受召开记者会。总干事吴思瑶质疑蒋万安是立委的代志，就那亲像是选举的骗术。蒋万安回应讲，早起已经完成法定程序。今天早上已经完成了法定的辞职程序，而辞职的生效日就是11月10号。离选战敢若剩10天，除了开始徛伫路口拜票，敢也有其他催票的规划。蒋万安讲，多谢因牵手家到扫街拜票，拼选举一直到上尾，随时拢爱真尽心，每一步拢爱真注意。记
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民众党的新北市长候选人高虹安早领助理费的争议，各会看小。有讲是伊争助理的人，又搁别讲，毋那高虹安，民众党所有立委大个人，拢爱关一个助理的名额，提供予党团使用。高虹安是表示讲，民众党团已经发声明来澄清了，后续是会交予律师去处理哦。民进党的沈惠虹要求高虹安甲民众党应该爱交代予清楚。国民党的林金林是强调讲，市民家己会有判断。新竹市长的选战拼甲真热，民众党候选人高虹安以涉嫌接领这个助理费的争议一直咧拉，有家己讲是高虹安争助理的人伫节目内逼空讲，民众党立委亲像是大家人拢有一个助理的配给，要互这个党团来使用。不过民众党党团发出声明，伊强调讲这不是事实。民众党党团已经发出声明驳斥这些言论了。那我们也希望说，这一些不实的言论呢，我们团队也已经收集，那也不排除说由律师来进行后续的处理。请民众党跟高虹安一次对国人说明清楚、交代清楚，毕竟这都是公费。那如果真的属实的话，就是国库通党库。沈惠虹强调讲，市民有知的权利，也若高虹安伊是望讲会当回归正常的选战。国民党林经仁伊是强调讲，交予新竹市民来做判断。不过林经仁伊再度上北，含这个立法院国民党团召开新竹市政的这个掠糖三部曲的记者会，伊搁再对前市长林志坚任内积极咧策动大新竹车站，也搁有要求停建。批评预算对50亿增加到104亿，毋若讲是规避议会的监督，还阁阻碍新竹市东边甲西边的发展。民进党绕跑2连组，过去在新竹规避了议会的监督，预算3级跳，把人民当塑胶。面对林经仁再度来批评新竹市有的预算编列，沈惠虹伊颠倒讲，林经仁是去互人梳头，伊用抹黑市政建设来做暗藏。也若第一场新竹市长选举候选人的公办电视政见发表会，会伫16下晡1点半来上场，各位候选人会来讲家己的意见甲政见，争取选民的支持。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苗栗县长徐耀昌昨暗伫苗栗头份来办感恩餐会，特伫徐耀昌伫台顶帮无党籍县长候选人钱东引邮票的时，民进党的县长候选人徐定真的太太嘛来到现场宣传，有人认为讲伊是故意来闹场的。徐定真嘛质疑这餐会敢是有贿选的嫌疑咧。苗栗县长徐耀昌的感恩餐会，台顶当日为着无党籍的县长候选人总统进来做讲，大家却传出吵吵闹闹。她是我们徐定真候选人的太太，好，大家看清楚一下哈。徐耀昌15号暗时啊，伫苗栗头份举办餐会，现场穿着白色竞选外套的，是民进党县长候选人徐定真的看手杨世仪。伊无等待着台顶，徐耀昌与夫人带入庆家话公园，就伫台骹夹着温泉。工作人员将伊请出去的过程当中，佫无小心将花篮踢倒去，被质疑闹场。真的是我们私人办的，前面已经很客气的跟夫人讲说，真的是不太方便。那个徐夫人坚持要入场，现场所有的乡亲都不以为然，而且给予负面的负评哦，这个不太好。徐耀昌表示，家己开钱来举办感恩餐会，只是真单纯要来感谢地方人士。不过拄到安尼场面，感觉无讲介好。总统前定也是提出截图，批评徐定真的夫人杨世仪是事先就有计划要来闹场，而徐定真是真唔甘，看手受到言语的霸凌。假感恩中对选，所以我严厉的谴责这样子对待一个手无寸铁的一个弱女子。你不知道悔改道歉，还恶人先告状。睁眼收瞎话。虽然双方拢要求支持者爱理性，不过徐定真嘛质疑，感恩餐会是为着特定的候选人来徛台助选，有贿选的嫌疑，要求检调爱介入调查。选举愈来愈近，苗栗选战嘛是愈来愈激烈。记者苗栗采访报道。APEC 峰会目前伫泰国曼谷的举行，总统蔡英文指派代表台湾的
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今年是第6届来出席亚太经济合作会议 APEC 的领袖会议咯。张忠谋嘛伫 APEC 来发表演说，甲各个领袖来进行交流。今年的 APEC 是伫11月14到19伫泰国曼谷举行，15到16这2日咯是驻深的官员会议，17是 APEC 部长级的会议，18到19号是经济领袖会议。为着要迎接各国的头人，泰国嘛加强维安，张忠谋嘛已经是第6届来代表总统参加咯。咱国的驻泰国代表曾雪涵是表示讲，今年泰国和咱台湾团国宾级的台语交流的成果是真值得期待。再来看台股今仔一开盘就大起哦，也毋过最后收盘是比涨落8点。台积电受到美国股神巴菲特进场投资的鼓励，今仔是继续起哦，上悬是起到494块，最后收盘的计数是487块。受到美国称悬，台股今仔日嘛是同齐来量悬，早盘上悬来到14657.06点，突破14560点的半年线。也那台积电的股价嘛刷咧量悬，早盘上悬是494块，起14块，正做盘面的焦点，只是伫俄乌战争的冲击。英国央行表示讲，经济衰退的可能会刷到2024年，外界关心讲台湾是不是同款出现同款的状况咧？以目前台湾的状况，基本上应该不至于。英国的经济情况跟我们不太一样啊，不太一样啊。对，因为英国最近欧洲都说受到这个天然气这个能源价格上涨的影响。强调政府袂互物价吊悬价，不过卖。同齐来考虑成本的问题，而且明年顶半年景气有可能会落价，为着要避免景气落价的这个拿丁会刷咧倒，所以相关的政策嘛来甲做对应。也若明年景气是毋是会出现 U 型的反转？苏继莹提出2个参考的指标。国会的升息的因素，还有国际对，还有国际能源的这个价格，俄乌战争导致国际能源价格的上涨。那这些因素如果未来在几个月内能够逐渐消失，基本上我们的景气应该也相对就会上来。苏建宁表示讲，会刷咧来看国际政经局势的变化，并且提悬预算税收，还有这政策的到达，希望讲会当对国内经济冲击降到上低。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今年的儿童权利公约国际审查会议当伫台北举行，有5个联合国专家是讲到讲，台湾儿少的死亡率真高，特别是自杀率甲交通事故是真济哦。卫福部回应是表示讲，最近10档哦，台湾的大楼是愈增加愈济，这有可能是造成青少年冲动跳楼。这段回应是引起争议，今仔早起司长又个出面来解释。致命性的自杀工具，如果你能管制它的话，它的效果预防效果是最好，立竿见影。比如说烧炭也是一个因素啊，我们其实努力的去减少它这些致命性工具的方便性、可进性啊。那高楼也是其中一种。公寓大厦我们都跟它的要求，他们管委会要求要管制它的顶楼，避免很容易就走过去。可是现在我们面对的是比较多的住家，这个比较麻烦。司长表示讲，青少年大多数拢是冲动型的自杀，伫过去10档哦，都市的厝是愈起愈悬，嘛歹管制，所以这部分根据分析，确实是咱台湾青少年自杀率增加的主要原因。再来看台铁有一个司机员洪表讲，今年中验尿检查，结果洪验出安非他命的反应。台铁是表示讲，2礼拜后应该再做一届的检验，就无问题咯。也毋过，嘛是先甲伊调离开司机员的工课。有立委是质疑讲，2届检验的时间哦，让伤过长咯，固定的检验嘛伤过少，要求台铁应该爱检讨。代替一个细单的司机员，6月中做例行性验尿的检查，验出安非他命阳性的反应，随即互停职，而且伫2礼拜后搁一届做检验，结果是阴性。立委质疑讲验出有问题了后，2礼拜才做复检，时间拖了伤久。代替嘛承认讲是无共款的检体，为了谨慎，目前暂时甲这个司机员调去做别项的工课。因为第2次阴性，按照我们的 SOP 啦哈，我们是认定它就是阴性反应的啦。那所以就结案了。对，民众没有办法相信我们搭乘的火车
是否司机是符合安全的状态呢？我觉得他第一次跟第二次的时间的确长了一点哈，所以第二次的阴性有没有说服力哈？我想这一部分应该来检讨说。目前代替司机员体检又无定期的检查，敢若是一年一届，加上每一季的抽查。交通部长王国材要求代替爱做检讨。另外，针对代替伫过去发生培养马甲德鲁固自强号重大伤亡的事故，有南会拢有提出调查报告甲改善的建议。这项目拢会提报行政院进行列管，改善才会解除。不过目前解除列管的比率敢若1成尔。有78项改善建议，分散在运工机电。那运工机电里面已经有解除列管的我们用这个数字来表达，所以目前解除列管率有10%。有南会讲，因是独立调查机关，除了事故调查，敢来当邀请相关的机关来讨论改善的进度。不过，伫甲代替进行例行改善进度会议当中，代替费用的改善计划，甲民众的期待有清差。记者综合报道。民众坐公车或车门夹到枪的意外，常常发生哦。以早发生这款意外，会来处罚业者。最近交通部已经修法，市区的公车驾驶若属互认定讲有疏失，造成乘客受伤，相当是当来吊扣驾照6个月。一个查某囡仔趴伫涂骹，差一点叫后壁的车搞过，因老母赶紧甲救起来。原来公车的运将无等甲乘客完全落车，都甲车门关起来。这种的事件不时都伫发生。今麦交通部嘛明定公车的运将相关的罚则。很多司机有的是赶时间还是什么那都不顾人家的事。我赞同因为我妈常常坐公车的时候，因为公司司机太粗鲁，所以她在公车上跌倒。我觉得吊扣有一点太严重了，但是还蛮希望司机可以就是重视这部分。因为若发生市区的公车，就去把车门关起来，若甲人夹到或者是致使乘客跌倒，会以公路法甲业者罚9000块至9万块的罚款，不过并无罚运将。今麦交通部修正道路交通安全规则，只要认定是因为运将的疏忽害乘客受伤，就会记违规3点，或者是吊扣驾照3个月至6个月。这个惩处实在是重了一些，譬如有时候，公车已经起步了，或车门已经关闭了，那乘客他还硬要上车，那像这种状况，公车驾驶员难道他就是全责吗？从摄影机来看，到底是谁的疏忽当然是要认定是驾驶的疏忽了修法加重罚则，18就要实施。有客运的业者认为讲罚了伤重，甚至有可能会影响这个运将的生活，建议以教育训练来取代裁罚。不过交通部强调讲，乘客上车甲落车的安全，运将有必要爱负责任。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美国前总统川普伫其中选举帮候选人徛台邮票，有真侪届拢表示讲，伊会选后一任的总统哦。伫台湾时间16日今仔早起，伊嘛正式宣布讲，要争取2024年共和党党内的总统提名。In order to make America great and glorious again, I am tonight announcing my candidacy for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川普宣布讲要过来参选哦，支持的民众普啊声是拍袂离。川普是伫伊看守明年的陪伴伫佛罗里达州的度假别庄来宣布讲要来投入竞选共和党党内总统的提名。伊嘛批评拜登执政2党针对新冠疫情、通货膨胀、佮油价拢表现了真歹哦。阿富汗的战争、佮乌克兰的战争嘛处理甲真落。伊强调讲共和党伫其中选举表现真优秀。川普嘛靠西佩洛西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再来看，罗西亚昨发动战争以来上大规模的飞弹攻击，炸掉乌克兰的能源设施，造成乌克兰大停电哦。飞弹搁落伫北约的成员国波兰的东部，嘛造成波兰有2个民众死亡。北约目前嘛在参详讲要安怎来应用。俄罗斯发射超过8粒飞弹攻击乌克兰，这摆飞过波兰。美国一位高级情报官员表示，飞弹落伫外乌克兰边界的所在造成伤亡。另外一位官员也向美联社证实，飞弹落伫波兰境内，离乌克兰差不多25公里。北约甲美国拢表示，即马咧调查。W związku z zaistniałą sytuacją kryzysową pan premier Mateusz Morawiecki w porozumieniu z panem prezydentem Andrzejem Dudą będziemy je komentować i informować o nich po posiedzeniu. We don't have any information at this time to corroborate those reports.
俄罗斯国防部声明，甲这代志毫无关系。隔壁国摩尔多瓦也受影响，且官员表示，一条关键电缆海气造成大规模停电。飞弹攻击和乌克兰大部分地区陷入黑暗。能源部长表示，这是战争9个月以来电力设施上大规模的轰炸，几乎各同步有人死亡。85 ракетних ударів випущено по Україні, по наших містах. В більшості своїй по енергетичній інфраструктурі. Зрозуміло, чого хоче ворог. Він свого не доб'ється. Ще попереду може бути біля 20 ударів. 代表普廷参加印尼集团体的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洛夫已经离开巴厘岛，表示西方国家是要将联合声明政治化，谴责俄罗斯并无成功。第甲法国总统马克宏、德国总理肖兹会谈时阵，佮表示，是毋是要谈判，拢是几乎的拖延。Как я уже сказал, сегодня была краткая беседа с президентом Макроном, который подтвердил, что мы не отказываемся от переговоров. Но из его выступления я вынес только один вывод, что он никаких западных советов пока не слушает. 俄军顶礼拜为赫尔松提出总统普廷无相关的讲话，暗估15这么大规模的攻击，表示克里姆林宫的愤怒。公司新闻黄文玲报道。来看中国目前的防疫，搁要清零，也毋过病例数嘛是一直在增加。集团处有疫情特别封锁，广州伫昨都民众上街头来表达不满哦。嘛传出讲官方已经公布20条的新规定，这个新规定嘛显示讲对清零的目标已经有合放零咯。群众连续3周战乱，原来向前，原来救命，情防护伞人员无法度去阻挡。中国新一波疫情以广州规模上大，估计增加确诊超过5000例。大家拢咧叫局部封锁可能去扩大，对当局追求清零目标感觉真野心，也无想要去承受。相关之，比如暴动伫威坡已经被删除，当局对这情形无回应。中国当局用极端手段防疫，为反抗情形引发出大家愈来愈无法度忍受，也激化社会矛盾。比如伫运输方面，就发现部分的所在限制关于交通物流基础设施、阻断交通、加凊彩限制货车通行等过度管控问题，坚决纠正层层加码、一刀切行为。国务院11发布优化防控工作20条措施，比如7日集中隔离加3天居家健康监测，调整做5日集中隔离加3日居家隔离。关了3年了，也不可能马上就进入这个状态，也不太现实，所以有好多人还有抱着很多的顾虑，没有办法，这个我们只能慢慢来。中国国家卫健委官员强调，为适应疫情变化加病毒继续变异的情形，新的20条措施目标更加明确，更加有可行性。这显示当局一直坚持动态清零的强硬立场，开始软化和调整。公司新闻黄文玲报道。联合国宣布讲，全球的总人口伫11月中已经突破80亿人，有可能伫15天内会增加到90亿哦。全球65岁以上的人口今年嘛已经有7亿8300万人咯，伫2030年有可能会突破10亿人。人口增加甲人口老化是未来的大问题。为纽约到墨西哥市或是并美新德里大都会人口伤过侪问题，无先进国家或者是开发中国家的界线。联合国的估算显示，全球总人口伫11月中超过80亿个关卡，按算伫15年之内可能超过90亿。The unprecedented growth of the global population is the result of two parallel trends. On one hand, the gradual increase in average human longevity due to the widespread advances in public health, nutrition, personal hygiene, and medicine. And on the other hand, the persistence of high levels of fertility in many countries. 医疗甲营养进步造成死亡率下降，除了让总人口增加，也让65岁甲65岁以上的高龄人口比例提悬。联合国估算，目前的数字是7亿8300万人，到2030年高龄人口会超过10亿，过10年，也就是2040年，超过65岁人口就会到14亿，相当目前印度的总人口。As doctors, we are very happy that healthier babies are being born, but yes, in the future, we have to be careful कि how much can the earth or the nature can sustain. That is very important.
不止总人口增加会加重环境的负担，高龄人口比例提悬，无论是先进国家也是开发中国家，健保这社会福利支出的扩张会无法度避免，这拢是未来全球爱面对的人口问题。公司新闻徐家珍报道。过来消息来看，婚姻的环保团体发起婚姻气候空污治理承诺书，要争取连任国民党籍县长张丽仙张德先签署了。民进党的候选人刘建国，佮无党籍的候选人林佳如，伫今仔早起嘛承诺讲，因若是当选，已经会拍拼来改善婚姻的空气品质。寒人的时阵，西半部是背方面，因为空气污染物无法度扩散，婚姻关常常大望，空气品质改歹。为着避免空气品质继续恶化，婚姻环保团体发起婚姻气候甲空气污染的治理承诺书，16邀请即摆要参选县长的候选人来到县府的门口签承诺书。可以做，我们可以签，没问题，绝对可以签。但是做不到，你台湾县这些都处理不到的，那么你说叫地方上就要处理到这个是。好像一个空头支票了哈，不过还是签了哈。以前学校怎么有在用什么旗，对不对？那个都是将近这10来年的整个努力的过程，这些过程里面都有环团他们投入付出的，然后提醒的，然后警告的这样的一个积极作为。无党籍的候选人林佳如甲民进党候选人刘建国，16日透早拢亲身出席签承诺书，嘛强调婚姻的空气品质阁有改善的空间。那国民党的候选人张丽仙表示，伊伫15都已经大声签名表态支持。整个透过数位科技的一个监控，空气品质我们拿到政府服务奖哈，我想这当中就表示我们长年以来针对我们乡亲本身呼吸一口干净的空气，我们非常的重视。是希望候选人能够对我们的云林县的空污严重的空污，还有环境的议题，大家能够在选前能够提出承诺。环保团体表示，即摆提出县内逐年爱减碳6%的诉求，肯定3位候选人都已经签承诺书，希望县民拢会当检视家己支持的候选人对改善空污的政见，莫互维护空气品质变做干那是话口号尔。记者王伟雄云林报道。华人暗示要去控制税民众嘛望讲议员的候选人会当表态。国民党的县党部主委张义华之前因为呼吁选民唔通甲票投予阻挡去控制税的议员，引起争议。今仔华人县议会嘛去地检署控告张义华违反选罢法。反对矿石队议员个个都当选，那就是花莲的不幸。为花莲县议会所录的影像影看到，国民党花莲县党部主委张义华伫副选场合呼吁选民唔通将票投予阻挡控制税的议员。议会认为这样违反选罢法第104条，以导致候选人当选或者是无当选，去地检署告发。19届第17次的临时大会已经3读完全通过，但是这个法案必须经过财政部的同意后，才可以开始实施征收。那我们希望能够以正视听张义华回应民代问政应受公平，控制税对县政来讲真重要，未来会继续提醒选民选对的候选人。我们针对是个别议员，他对个别政策议题他的主张或不主张，支持或不支持，提醒选民，这个事情跟议会毫无干涉。议长张俊是认为议会是合议制，非常请听议员这篇监督权利煞被讲作是阻挡县政，和花莲控制税因为选情搁增加争议。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东县的海边粪扫是真多台东县的环保局是统计讲，今年近海的粪扫是有5.7吨，比去年8.4吨减少也毋过环保局嘛表示讲，这应该是因为疫情，所以这2冬主动来海边捡粪扫的人数减少。其实海洋的粪扫同款嘛是真多，尤其是海漂粪扫是上多。绿岛的旅游旺季结束，有企业组成潜水队，和当地这个潜水教练去海底静海，发现讲有几大片的鱼网甲船路打颠掉着，还佫有鱼死去。这个潜水教练身上的收集网内底嘛有收集真侪只的里扣扣的粪扫，惊会影响到观光。我们海洋有一些流浪的垃圾每次因东北季风或大西南气流就会把这个垃圾飘上离岛的海岸。
台东的海防线有182公里长，海域的粪扫真济。环保局统计讲，今年前海活动就清出水顶甲水下这个粪扫有5.74公吨，其中上界济是保特瓶，而且伫遮还当看到真济去海水溢来遮的外国的粪扫，会使讲是扣都扣不完。比较多是看到是外国的一个保特瓶，那当然里面还是会有一些像说我们现在常常在用的就是口罩嘛。环保局表示讲，今年前海清出来粪扫量比去年的8吨外减2吨外，这是因为受到疫情的影响，海洋的环保期间的人数减少去，所以扣出来粪扫才会减少。其实咱台湾人甲咱当去海底粪扫也是真济，所以讲也是爱心足良田，爱对这个环保教育来做起。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文化部决定要甲艺放馆来常态化，未来只要18岁成年，都有1200块的艺文礼金。文化部长李永德今仔早起伫立法院表示讲，明年的3月开始伫民国94年出世的民众都有资格通领。未来只要满18岁，就当摕到1200块的艺文礼金。文化部确定推行文化成人礼，引起外界关注。文化部长李永德10月16日伫立法院教育会专案报告表示，会伫明年3月执行。他如果他是在3月实施之前就已经有满18岁，还有2个月，那他可以领吗？他当年度18岁就可以领了。民国94年1月1日到12月31日出世的112年，就免满18岁，按算大约21万人。是到透过两厅院的 OpenText 平台，就当摕到1200块的艺文礼金，后期1年以来拢当使用。李永德强调，通使用点价一定会比艺放券的100金更较济，但条例规拢表示，两届艺放券的消费拢集中伫6都，佮超过5成的人是买车，恐惊会减少到发礼金的美意。城乡差距。还有就是通路分布太少。第二个，因为年轻人18岁，因为经济的因素，他去这个领这个1200块的礼金。可譬如说我要去城市消费，我还要搭车去，不方便。在这个 OpenText 里面的代售的这个表演团体的家数，对。但是现在未来要扩展到包括书店、包括电影院，书店也会有，电影院也会有。对，还有包括各地的独立书店哈。李永德强调，只要有店家有意愿，拢欢迎。电影院甲册店拢会加入到使用范围，尤其是独立册店。若敢要比较法国对无同领域的消费，拢设金额限制。伊是讲有咧讨论规规，以看电影做例，就限定一定要是国片才会当使用。记者全报道。伫火灾现场，大概只有100秒的逃命时间新光大海团队今仔发表一套人工智慧的消防辅助系统，透过这套系统进行实验模拟，成功的得胜率是有9成。目前嘛已经技术转向民间的业者，望讲会当来减少火灾的伤亡。伫无机空间内底了解都有障碍物，都有拍火管，用游戏来了解都新空间。生态制造资讯系统系苏生研发一套智慧消防辅助系统，通透过动态路径规划，新建立都新的图面。我们透过摄影机呢，自动的把这些东西计算出来。那在这个虚拟的环境下面呢，我们就可以模拟火灾发生当下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区域它被什么障碍物挡住了，以至于人在这个区域的时候绝对没有办法逃生。老师表示，真侪公共场所的逃生路线拢是静态图面，室内感测器伫火灾来的时，嘛可能随时开启。这时系统通透过感测器，先预测火势倾向，嘛通用室内摄影机的影像演算逃生路线。只要抓落来，伫手机内，就算拄到停电等等的突发状况，也是会当来使用。可以在你有电或者是有感测器的时候，它可以收资料，靠最精准的资料去算。但是如果当火灾当下这些都坏掉的时候呢，你就可以透过这个预测模型去算。那虽然精准度会降低一点，但是也比完全没有的现行的好。另外，亲像2020年台北林新钱柜 KTV 大火，消防系统才检查无偌久，有关发生意外，这个系统会当依照 AI 影像定期检测公共区域。生态研究团队表示，这个系统已经做过实验，嘛发表伫期刊，会当甲逃生率对70%提悬到90%左右。记者W台台北仓报道。遮侪老大人心中无力落火，佮流袂顺，嘛因为年岁上大，无一定会当动手术咯。台大病院使用一款新型的循环辅助系统来重建心脏送火能力，咱做伙来看卖。
要90岁的黄先生，因为有冠状动脉心脏病、加倒手病、心室收缩无力的问题，常常头晕目暗，走路嘛会喘。经过医生评估，伊接受新型暂时性机械式循环补助系统的帮助，也就是伫心导管手术当中，用碰扑的力帮助心脏甲血送入去主动脉的根部，互血流会顺，解决喘气甲头晕的问题。咱咧增加迄个楼梯啊，10几坎尔，17坎，迄2、3摆，即马拢免，即马2楼3楼爬起拢袂喘。医师表示，新型暂时性机械式循环补助系统的手术，目前是针对一寡年岁较大、有严重心脏问题的病患。接受这款手术的人，无需要规身躯麻醉，而且空水比其他的心脏手术更较细，恢复时间嘛较短。那这个新系统呢，它的这一个支持的功能呢是跟叶克膜是相当，但是它的手术的这个伤口比较小，病人恢复比较快。叶克膜的话，目前装设大约可能是半个小时，那这个可能大概是10到15分钟。台大病医表示，这款手术会当帮助一寡无法度动大手术的老大人重建心脏的循环，而且手术时间真短，对老人的体力甲精神较无伤害。目前已经进入申请健保的程序。记者麦尚英、曾派文台北报道。来看一个57岁修车厂的头家黄志雄，伊伫社区大学上课，发现讲伊对做实物标本是真有兴趣哦。伊嘛已经做2000多排的标本咯。最近嘛甲有志来建立宜兰的实物资料库，今年是进行巡回展览。一大片的叶仔放入去手工做的打扫箱内底，伊是57岁修车厂头家黄志雄，为社区大学实物赏识课程开始做实物标本，佮甲朋友斗阵成立大手工府工作室，进行实物采集、标本制作的工作。就知道说，它就是热干跟冷干，冷干要做大型的很难，都是热干。详细介绍实物标本的砍锁手法，也佮正确讲出实物的名、特色甲特点。毋过，伊拄接触时阵，要记实物的名甲做笔记，对伊来讲真困难。主要是靠标本制作，会熟悉实物。伊讲，上山采集的时阵看1摆，这道标本工序看7摆，总共看8摆，安尼敢袂熟悉的。就是当我知道，当我跟他认识之后。当我甚至于走在山林里面的时候，那些植物会喊我大雄的时候，我干嘛讲？人生不应该是这样子的。我们只是后到的人，后面才来的人。这些植物，它们早就在这里。黄志雄为2014年开启第2人生了后，已经做2000多个实物标本。伊原本认为围起厝、铺路、扫树仔是当然代志，毋过行入山林，才体认实物早就存在，人类是后面才到位的。并且为需要来签读，伊希望透过伊作品，互人愿意踏入山林，珍惜珍贵的自然资源。记者综合报道。教育部推动原住民青年领袖培育营，逐档拢会办营队，带全国大海的原住民学生加入部落来学习无同款族群的文化。今年是安排因到屏东的三地门来体验罗海族传统的结婚礼俗。正大镇原住民礼俗A小煞主动回叫前进，这就是历届特有的结婚礼俗抢婚。对了，屏东大学带全国无同族群的原住民大学生，做伙去三地门的青叶部落，互因同齐来体验历届的婚礼文化。就是现场的人要吃的要分一分，一切都很隆重。同学你们也要吃吗？就是不能随便乱摆，因为没有人要吃哦。不像表面上面看那么轻松，准备的过程很复杂，然后跟我们自己族群差很多，所以就是认识到很多不一样的文化。对面花环、台地、做田手等等，拢互一寡学生动手来准备。因也特别体验到历届女方唔甘查某囝家人来主动回叫的抢婚活动，互一寡学生认捌到无同族群的文化。婚礼有非常多的文化的仪式，包含我们的秋千下聘这些聘礼啦，还有这些相关的食材，甚至我们这些秋千都是由我们的学员一起来完成的。为着要加强原住民大学生
对族群文化的认同。教育部自2018年开始，逐年举办营队，或者的学生行入部落，学习各族群的传统，建立对文化的认同，也拍拼来传承。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屏东的东东港有50多间店家，因做伙设计推出5款即马上时行 NFT， 甲在地产品甲虚拟货币结合，望讲用上新的概念甲行销方式，使愈啊侪人愿意来遐行搭观光消费。这是即马上时行 NFT， 即马屏东56间店头合作发行 NFT， 要吸引人客来遮行搭甲收藏。因为我们是全台湾第一个观光圈在做推广，而且像通常会玩 NFT 的这样的客人，也许是我们平常接触不到的。从虚拟走到实体，这个对于业者其实也是一个很新的尝试。传统的东西很愿意跟新的东西结合，那就是可以大家来东港玩，然后可以尝试像现在正流行的元宇宙的概念。NFT 是一款虚拟的货币，会使看作是一种所谓的资产，价值是在人咧定。譬如讲，你伫东港有合作的店头，消费到一个计数，就会使收集到 NFT， 代表 NFT 就是有相对应的价值。在屏东这个地方，就是推行 NFT， 我觉得会吸引更多年轻的人潮。在地的伴手礼店或是民宿，只要你去住，就是不仅能感受东港的美之外，你只要满300块，还可以把限量的 NFT 就是收藏。发行这5款的 NFT， 就是要把实体商品甲数位资产结合起来，希望吸引众人来遮行搭，也来收藏。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屏东的潮州有一间庙号做道明坛，庙方为着要把一家族的信仰文化传承落去，决定要把土地免费提供给公所来使用，希望透过社区营造来打造讲会对得时代新的观光景点。民国15年，有一个中国广东移民来屏东潮州收土地，传天河正教，信徒后来也开馆报道，设一个道明坛蔡新明。道明坛教导要一家子有丰富的道教文化甲资产，即阵地主答应甲土地免钱提供予公所运用，希望透过社区营造、串联观光，打造新的景点，甲信仰推广出去。我们的下一代希望说，我们在地的有具文史意义的地方不要被消失啦，就是让有心的，还有我们的公部门能替我们提供一些资源，让这一个文史能够延续下去，做一些文创的东西去延续，就让潮州更好。公所真感谢地主愿意提供土地发展观光，未来规划设公共设施，周边的整修美化生态。另外，嘛会甲道明坛做伙培训导览员规划行程。让整体观光资源更加周全。我希望经过道明坛跟地方上的一个结合，那我们在潮州这边创造一个新的点哈。那我们未来可能也会串联到所有 P-Bike 经过可能的一个路线啊哈，在做整个大潮州地区的观光动线的时候，能尽可能的把观光客留在潮州的时间拉越长越好。庙方毋忘甲在地信仰甲文史资料保存落来。公所嘛希望会当利用道明坛这片土地，开发出展现社区文化的特色景点，甲潮州的观光路线连起来，向游客来佚佗。记者综合报道。下半晡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2度，上悬25度。中部地区上低23度，上悬30度；南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0度；南部地区上低22度，上悬28度；外岛地区上低16度，上悬25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
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下晡3点，咱再会。Thank you.